地政局跟那个我们六甲区公所这个服务因为我们六甲公所要到麻豆地政要将近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然后现在天气很炎热，然后如果一些民众要千里迢迢要跑去麻豆地政非常的一个辛苦啦。上个礼拜我们那个地政局跟我们在区的公所有召开一个记者会启动的仪式我觉得这个虽然现在目前使用没有很普及我相信未来的话一定会更加的普及。只要我们的一个宣导跟那个行销比较够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让民众更加的一个便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台南市有37区，区区都有区公所，但是你知道吗？全台南市地政事务所只有11间，而其中2所距离最远的高达17公里，单趟车程就要20分钟，对许多长辈十分不便。为满足偏远地区民众对于地政服务的需求，台南市政府区政地政服务再升级。如果有任何地政相关的问题，只要到当地公所利用连线服务，就可以进行地政线上咨询。这个服务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来听听地政局长怎么说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的局长陈淑美。今天要为各位市民朋友来介绍我们小儿能工作站跟月世界的便民服务。自从108年开始，台南市政府地政局辖下的11个地政事务所跟我们本市的区公所合作，推动小儿能工作站的服务。民众呢可以在区公所就近的就可以申请地籍誊本。那为了民众呢申请灾损或相关补助的便利，民众不用大老远的跑到我们的地政事务所，在区公所就可以就近的申请，相当的方便哦。另外还有我们在109年开始推动月世界的服务，不管你是在山边的玉井、南溪、龙崎、大内，还是在海边的学甲、北门、七股，都可以就近在区公所跟我们的地政事务所连线，咨询相关的地政问题，可以节省舟车劳顿的辛劳，欢迎民众多加利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6月19日，欢迎收看5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今日劳工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会中这位议员关心劳工纾困甲安心上工的政策，其中安心及时上工，因为过去限制登记前半冬还有2个月投保，经过民代反映，现在经放宽，1冬内只有1天投保记录得当申请。根据劳工局的统计，台南市目前申请劳工3万块的纾困，大约有55000人，其中70%已经拢入校，无入校的有可能是因为条件无符合，或者是校号有问题。至于安心及时上工，嘛有议员认为申请的条件限制太过严格。关于劳工纾困这一块，劳工局做了什么？哈，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其实像在劳保这一块是他如果薪资2万4以下，他是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这个协助哈。那是之前的那个方案。那局长知道说，像这样子的，我们台南市劳工朋友有多少人得到这样的补助了吗？现在这一部分大概有55000人。那他们都已经领到这个钱了吗？对。都领到了，没有全部，他大概有将近70%的人已经入他的，有7%，55000个劳工有7%入账，那3%没有入账是什么？对，那这个要等他申请的先后顺序要做审查的部分啊。在最基层的没有办法，平常就没有办法加入劳保的这些基层的劳工者，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去就是我们协助他啦，因为他真的是最基层的，而且事实上他真的是劳工啦。所以在即时上工这个部分，也因为中央看到了又改了，你现在是又改了。前6个月里面有2个月的投保，所以等于是说，你如果是4个月，那就没有办法进来。当然他设定2万4以下，当然是希望照顾部分工时的部分。那最后跟我们反映，实际上登记日的前1年，只要有1天加保记录就可以了。除了劳工的纾困加安心上工计划，另外伫个劳安基金的补助。
加劳工娱乐中心的回馈，嘛有议员主动来关心。回馈给我们的劳工朋友，我们的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到今年3月30日收入是5552万，南门路的劳工娱乐中心收入只有1100万，但是这样的一个收入将近6、7千万，这个收入怎么用？第一个，它一定有回馈给消费额，回馈给各工会的部分。当然各工会把这个钱有以20%，以20%出来做房屋修缮的材料费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它权益金、租金，它是全部在缴库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反映过，我劳工都。所以你比如说你提到关子岭的部分有5500多万，到底我们市库可以收入多少钱？它全部都缴入市库。全部缴入市库，全部缴入市库，所以5500多万全部缴入市库，所以只是缴入市库，我们的劳工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嘛。对此，劳工局长王新基回应，除了会努力争取中央的资源，另外伫个劳工纾困方面，现在嘛新增加4种掠领数，每个月1万的补助提升到15000块，上悬会用的3个月补助45000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台南合并以后，因为市府的人数有总量的管制，其中劳动检查人员第一季明显不足。为了加强劳工的工作安全，商务未少议员就一直要求劳工局要赶紧补足。不过因为原野加预算限制，劳工局长回应，希望明年会当全部到位。县市新街节节伫遐市拢有家己的劳动检查人员，独独台南市新街以来，因为碍于公务人员的原野总额的限制。劳工局送20位的劳检人员的关押，人事处只核准5位，造成咱市的劳检人员严重不足。对此，议员要求劳工局要提出设立的时程。正式劳检员目前是7个变14个，那我想问，最近我们的一个所谓财税局有缩编，那还有我们的环保局也有瘦身，也就是说正式的一个员额有增加。不知道劳工局长这边会不会增加争取我们正式劳检员的一个员额呢？局长，我跟议员报告，实际上我们在成立2级机关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我们的人力需求20个正式编制，但是当时因为我们市政府的团队里面考到总额管制，所以他只给我们再增加5位的部分。5位的部分，那3位之后，劳工局基本部要检讨1、2位过去。当然接下来这个我们是急于争取的，以目前的政治人力是不足的。增设劳检员正职编制的这个计划，您刚才一直说其实您有送是吗？对。那大概增几个呢？我们当时送20位。20位。对。那按照这个就是时程的话，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来落实这台南市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得到，并且开始启用这20位专业的正职的劳检员呢？您预期人力何时到位？预期不超支载人的因素不讨论的话，我们劳工局这边的预期，那我们整个议会一起来努力的要求市长尽快嘛，对不对？那我预期最好是明年就到位，这样是最好。除了职业灾害后续的追踪甲辅导，另外议员蔡淑慧嘛希望劳工局要加强事前的防范甲宣导，对劳工正常休闲的活动中，一档16场，每场才就100名的劳工参与。议员希望局长用透过工会的关系，鼓励劳工多多来出席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减轻民众的趁食受到疫情的冲击，中央虽然宣布各种的纾困方案，但是嘛造成第一线工作人员的负担。所以在下一步，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往安平区公所替基层人员加油打气。现在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但是依然影响到侪侪民众的生活。对此，中央政府也持续推出各种的纾困方案，但安尼也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工作量大量来增加。伫区公所嘛会使看到侪侪等待的民众。为了加速整个办理的流程，安平区公所也特别规划了2站式的处理方式，减少民众等待的时间。我们进来的时候，第一关就是我们的同仁就会请问他要办的是案件，如果是纾困案，就第一时间就有一个报表给他说申请就是让他填写，然后填写完之后就会引导他到2楼的李干事那边，那李干事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更确实的一个审查，审查完之后他就可以离开了，所以我们只要2个步骤。那他来到区公所，请他们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是
不是说先申请的人就先有拿到钱哦，这个是一段时间的，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民众请你们不要急，只要你们把你们的证件备齐了像现在中央也有开放有的东西就是切结书就可以来做申请了，只要你证件备妥了，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会有同仁专门来引导你，然后到底干事那边受理完成之后，后端我们的社会科的人就会来做一个审核跟拨款的动作。为了感谢第一线基层人员的辛苦，市长黄伟哲在1号下午也特别前往安平区公所向因表达感谢，同时送上热豆汤。市长甚至亲手饲2位工作人员者。从5月6日到现在，目前为止总共审了，收件收了11700件，那审过了748件，发放金额是1007万，那平均一天都要收到3000多件，平均每一个工作人员 key in。光是 key in 的部分可能就要 key in100多件一天了所以说其实对于工作人员的工作 loading 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的谢谢我们基层的公所同仁。其实公所同仁不只有社会课在忙这件事情，包括民政课，包括理干事大家都是卯足全力，甚至假日加班，礼拜6也来加班，礼拜天也没有办法好好过母亲节所以说这里我们是特别谢谢我们基层的公务员，那特别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这个买点小小的绿豆汤，希望说他们消火这个能够给他们对他们的辛苦这个聊表心意。我相信将来的这个他们的努力市民都会记得市民市府也会看见。我们希望说能够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敬意跟谢意。区公所也提醒民众，如果需要申请相关的纾困方案，上好是上网查询所需要的资料，事前准备好，减少伫现场等待的时间。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农家绿竹笋因为食河道小报一直拢是民众采买好选择。对此，农家农会为了将品质再提升，就来将伫15号举办饼干，嘛甲食品公司合作，推出侪绿竹笋的加工品。在1号上午举办签约记者会。李台推出更较侪优质的农特产品。农家因为土壤特殊，所以才出产的绿竹笋的口味拢非常的好，成为侪民众采买的好选择。农家农会过去拢是使用共同运销，提供优质的农特产品。同时，因也持续举办饼干，维持绿竹笋的水准。今年也将要伫15号来登场。同时也甲屏东的食品公司签约合作，将要将绿竹笋制作成为各种的加工品，互消费者会使伫各种的通路来买到。这次呢，阮所有的班员专属拢通过这个竹笋的检验专属拢会当参加这个评比比赛。阮的评比比赛呢是伫5月15，阮甘珠记今年已经合作第4档，第4档。阮的竹笋呢，如期加工，如期加工因为加工品呢，就是上好事多，全年7这的通路就会当买到阮农家的竹笋所以阮已经慢慢把这绿竹笋的通路已经做好已经把农家绿竹笋已经带入市场。带入一般的消费家庭。会有安尼的合作是由着农粮署南区分署所媒合的，除了希望互农民会使提悬收入以外，也互无共等级的绿竹笋会使充分来运用。透过那个卢记公司跟龙脊这边一个合作就那家这里竹笋那好的部分它可以去做它一些通路上的销售，那比较刺激的部分它可以来做成这些加工品，比如说供应这些关东煮啦像味头到尾。所有竹笋拢会当充分来利用。我想今天是迈入这个第4年这样子那卢记公司也愿意来跟龙脊这边来做陆续的合作。我想往后的竹笋能够让产业能够发展让这个产值跟这个整个价格上能够更稳定。5月份配合王来好笋季，农会也有加码推出各种的优惠，也欢迎市民朋友会使到农会来选择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谢长姐讲完过后，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以前疫情每一天拢互人紧张感，所以劳动部分家人分属的创意商品课程，特别推出一系列疗愈作品，参像制作树泥木青来弹小铃等等，相当的趣味。分属来邀请有兴趣的民众来参观，同时嘛欢迎世界民众踊跃报名相关课程。即摆分家人分属创意商品的网络行销班办成果展，拄好伫防疫期间，所以就以疏解压力作为方向，包括家己制作木青来弹树泥、木做的竹仔台等等，每一件作品的外观设计拢相当的古锥。希望借着动手耍会当疏解紧张的情绪甲生活压力。其中部分的作品嘛，将作为固定的展览，互参访的贵宾甲民众会当放松一下。那我们这支那个木枪它是6莲花，好，那6莲花的制作上面，因为在整个设计上面的一些精细度就要比4莲花或单花的需要更精细的设计，好，因为包含到一些枪机的结构跟那个橡皮筋的那个枪机的那个联动的部分，它必须都要算到比较精准。透过课程，除了刺激学员将商品多元化创意，其中学员的实际收入嘛成长2倍。一开始呢，我的商品就只有这种，非常很简单的一个那个胸章的部分。但是来我们这边上过课以后，我现在就是增加了这种创意的时钟，采用木头的，或是像这样子的那个瓦楞纸的部分，以及像这一种吊饰、吊牌，包括像这样的杯垫。变得超多元化，像甚至连我们手边的弹珠台也都可以。这一次的创意商品成果展那有很多的疗愈小物，包括有打小人的专区，还有弹珠台、排字盒。那不管是外观的设计，或者是舒压的这个动手体验，都非常有舒压疗愈的效果。分家人分属进一步表示，除了创意商品网络行销，也各为世界民众所推出的这训练班，即期报名到4月6号为止，符合资格民众卡手带紧。今日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对大陆过来台湾已经13档的朱燕秋，因为怀念故乡的料理，所以家己煮来食，嘛招待亲戚朋友。因为好食，大家拢鼓励伊开店，所以伫去年就甲翁婿做伙开一间麻辣干锅，而且佮配合台湾人的口味，调整干锅的风味，愈来愈受消费者欢迎。大伙翻炒食材，佮家己自家制作新香料提味，一道四川风味的麻辣干锅就当烹调到。过来台湾13档的朱燕秋，因为怀念故乡味，较因为伫台南找无正统的四川料理来解乡愁。伫亲戚朋友鼓励之下，伫去年开了一间麻辣干锅店。同时，为了顾及同乡以及台湾人的口味，伫店内佮推出各种风味的干锅，得到消费者喜爱。你吃起来会有那种比较香辣的味道，对，口感还不错。麻辣烫是比较汤汁多一点啊，但是这个是。因为干锅的话，它是把那个浓缩啊，把整个那个香味浓缩在里面，而且这样辣辣的还蛮好吃的。嫁来台湾10几年，特别怀念那个家乡道地的干锅的口味。到台湾这边也完全吃不到我想要的口味，就试着做一些尝试，去做一下变动，结合当地的食材，再加自己家乡的香料的特色，去结合一道很特别的干锅料理，亲朋好友来试吃看一看，大家反应都还不错。想说，这个正好家里有现有的店面，想直接做来给客人吃吃看。因为了解台南人的口味，朱燕秋特别调整料理的方式以及风味，就希望会当满足到更多经济的嘴。这家来说，它的面条算是炒得算
有嚼劲，然后在麻跟辣的部分都算是刚好。有些店会太辣，要不然就是有些店它的麻的口感就没有出来这样子。对，你觉得他们这个口味刚好适合台湾人？对，蛮适合的。对，台南当地的人的话，大家都喜欢偏甜的食材，偏甜的口味。想说把食材改良跟口味调整，改出来之后，客人反响口味还不错。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吃纯炸的食材，所以我就突发奇想说，把一些蔬菜类的跟炸物类的、海鲜类的卤味全部相结合在一起，然后考虑到大家的口味去做调整。所以我们的干锅食材有分酱香完全不辣，针对一些不太能吃辣的客户，然后有香辣跟麻辣，口味都有从微辣开始到大辣，然后让不同口味的族群都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一道干锅料理。综合四川料理，佮加上台湾咸酥鸡以及卤味的做法，并改良调整为台湾人爱食的口味，互这间店的干锅料理不但食会到蔬菜鲜甜的食材，也食会到麻麻咸咸的口感。相当的特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咧当前，为了讲上市做好一个男性的性功能障碍，不过一寡患者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基于比例外科医生表示，现在运用低能量的体外浸泡，不只无侵入性，伊家嘛证实是安全有效的，只是要自费16000到8000不等。基于病比例外科医生表示，一位50几岁男性半当前因为不满性生活，家己上网买不明药物食无效，最后挡袂牢，才选择来看医生。经过诊断，发现伊是血管性的障碍。伫开药食有效以后，经进一步推荐伊使用低能量的体外浸泡。医生表示，这款治疗早就运用伫福建。近年来才发现，伊会当修复体外组织，互血管再生。伫6摆疗程以后，除了性功能明显提升，对着慢性裂喉栓炎嘛同步改善。在泌尿科里面有发觉说，主要有2个问题，包括勃起功能障碍跟这个慢性攝護腺发炎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的话，它主要其实就是说，我们会发觉它里面有一些，它其实是一些组织上面的一些构造上面的一个退化，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像慢性攝護腺发炎，可能它骨盆腔底的一些肌肉稍微就是相对会比较紧绷这样子。那后来发觉就是说，利用这些探头这个比较像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仪器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治疗功效。所以目前其实目前在台湾泌尿界其实是越来越多在推广这部分的一个情况。对着个人来讲，性的观念相对保守，所以性功能障碍就医比例偏低。所以医生提醒，只要类似镜头使用这款无侵入性的疗法是相当安全有效的。同时嘛，再次呼吁，千万唔通买偏方来延误治疗的时机。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就是各位在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